来看台南的安顺大排，这个时阵出现真侪水乌啊，炭甲是真严重。地方认为讲是因为这个河川受到污染，加上淡水期气温悬，致使这水乌啊是炭的速度变甲真紧。因是烦恼讲，若准无清，到时阵排水会塌掉的。水利署第六河川分署是回应讲，即马有派人去处理，也会伫咧水头砸垃圾物啊，另外也会定期客站。将近1公里长，规片青艳艳，看起来真水。其实这是一条河道，台南安顺大排的水乌啊，生炭甲真坎古，这甲规个水面拢砍掉咧。经过了解，去年才整治过，即阵煞个变安尼生，地方烦恼，无人来清除，惊排水到时塌咧下袂滴。有民众反映，附近有不少徛喺工厂顶，会做污染河道的行为，水质防破坏，才会产生游泳坏现象。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家用垃圾，然后还有一些不明的一些油污浮在水面上。顶面吼，伊个工业化的水，也是咱的生活污水，产生这种问题出来呢啊。啊，甲会讲造成恁的地方的困扰，是讲恁敢会烦恼？当然啊，这嘛无烦恼咧，就是讲这品质愈来愈歹啊。外来种水乌啊，早期用来做景观工程使用，嘛有人会摕伊来做水质净化。即阵伊煞互人叫河川杀手，淡水期气温悬的时，伫水头水尾生炭甲真紧。虽然落雨，水乌啊会流去大海自然分解，不过环境团队讲，爱解决河道的污染才是根本。如果我的河道是很清澈的，负担也不会长得那么快。好，所以它呈现了我们河道是严重污染这个问题。它上游有非常多的畜牧业废水或者屠宰场的一些废水排进来，都有定期，我们现在有在打捞。那接着是汛期哦，我们做一个整体的，至少清理一次，然后接着会总体检，就原则上对环境还有对我们防火安全不能造成危害。第六河川分署表示，按说未来伫水头设闸污扫，定期做监测，也会参市府农水署3甲分工，甲污染源处理好势，减少对河道的危害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